南投县政府、甲苗栗、甲嘉义县政府共同推出着中台湾好耍卡，嘛推出着5条小旅行的路线，邀请游客畅游南投。 114年中台湾好耍卡正式推出，南投县政府指出，今年全面升级，整合食、住、买、交通、耍等等的多元优待。我们用一机在手，扫 QR code 就可以来买票持卡，能够享受我们在南投的便利的时速邮购型的这个资讯，以及使用这个多功能的车票。 中台湾好耍卡包括日月潭、清境、溪头等等出名景点，也阁有南投、草屯、中兴、中寮、民间5条旅行路线，会当带大家深度体验。官府嘛表示，来南投佚佗，即马阁有消费一定满额，就会使抽奖，上大奖是240万的特斯拉电动车，阁有800项好礼等你抽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